近年来，本土意识提升，有越来越多台湾人重拾逐渐消失的母语，尤其是台语。在新竹就有位34岁年轻人赖永华，交大光电系毕业，却当起了蹦逼胖师傅。他因为惊觉台语正快速消失，还决定从此不再说华语，并且成立了 YouTube 频道，专门用台语、英语跟客语来介绍台湾。而同样在新竹，还有位大学教授吴宗信，对台语也同样的坚持。他之前在 TED 台北舞台上，全程用流利的台语来介绍复杂的火箭科学，就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他们为什么对台语情有独钟？而挽救消失中的台语，又应该怎么做呢？台语要死啊！台语要灭亡啊！台语的母语消失真严重，咱的语言你要失去啊，你要断去。所以这个台语如果是濒危状态，你作为一个医生，你急救。真正这30年后，你就是会看到讲，雄这语言的，无搁再有人需要。来，准备哦，蹦咪胖要来蹦啊！想要蹦要蹦出来，要蹦啊，要蹦啊，要蹦啊！少年师傅骹手溜力，操作古早味的蹦比芳机器，踮伫边仔看的大人囡仔，拢感觉真趣味。拜六天气好，人客排规抓，少年师傅做事真专心，一点仔嘛无凊彩。差别了。34岁阿华西赖永华已经蹦比胖5年了。伊原本读的是交通大学供电系，毕业了后，伊无做工程师，煞来学做台湾早期磨车甲用的土龙，就安尼开始伫新竹卖蹦比胖。你可能感觉伊有淡薄仔面熟，因为伊是伫网络有名声的3声道 YouTuber。Welcome to Ahua the Taiwanese pop writer who refuses Mandarin。大家好，欢迎来到足英台的3声道蹦比胖。伫这里会听到足侪英语、足侪台语，含有一点点的死眼强嘅客家话。整个社会的平均是会晓讲台语的人，每10年就减9%。不过有读大学的人比这个较紧，是每10年减11%。This is 10 years later, and 20, 30. 2年前的迄一天，阿华西来到淡水一间幼稚园蹦比胖，互伊惊甲讲袂出声。这嘛是伊之后走向全台语生活的原因。我摕着麦克，我就甲因讲，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就安尼讲安尼尔。下骹我的囡仔无人听有，安尼你看我，我看你。啊，这时阵我亲耳仔听到内底一个囡仔安尼问伊边仔迄个大人，唔知是老师还是妈妈哦。啊，伊就安尼问讲。那个叔叔是不是香港人？为什么我听不懂他讲的话？啊，我在场我听到我人呢，哦，就是自2018年的迄一天开始，我正经，我真是要相信，台语要死啊，台语要灭亡啊。赖永华认为，过去无正义的语言政策造成台湾本土语言的消失，所以伊决定，这世人不爱搁讲华语。Mandarin killed my mother language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 local languages. I was not able to stop it, but I chose not to be part of it. 我无在条主动这件代志发生，不过伫我的生命要结束的迄一天，我知影我的目睭要永远刻迄一天，我想要安尼甲我家己讲，我无做榜样。线的无挑长的，安尼你要家己炸阿爸炸落巴内底。台语有7声8调，西破八比高高唱乐，啊，这个乐的第8条，足侪腔口来这是无。赖永华日常生活无讲华语，即阵甚至会当用全台语演讲2-3点钟，不过原先伊的台语无解练转。我较早20外岁的时阵，我讲的台语是，我等去伫台中厝里，我要招阮母啊，要来食饭的时阵，吼，大家拢知影讲，你即马招一个人来食饭，你应该甲伊讲，咱来食饭对无？啊，迄当时我甲阮母讲，母啊，阮来食饭，啊，我连即个咱甲阮，我拢分袂清楚啦，吼。你若想要知影台语安怎进步，嘛足简单啊，你就是莫讲华语就好啊，你就开始用全台语来生活，安尼一定会进步嘛。
赖英华用全台语唱歌，拄到袂晓讲的词，就摕出手机用 App 来查台语字典。虽然目前台语拄到生存危机，不过有愈来愈侪少年人，亲像赖英华同款，要重新学讲台语。来，大家好，大家好吼。物资较缺乏的时代，食饱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哦，所以问讲食饱未？这嘛是有一个真正甲你关心的。哦，你唔通讲五条不多夭夭就出来啊！吼，努力，这是正讲的台语话。哦，我拄仔讲较早食饱未？努力，这三句是正讲的咱的台语话。平常日按时7点外，这名学生嘛唔知食饱未，就赶来上台语课。来对我念，你看起来气色袂歹哦。因为老人就是种爱人学落伊身体健康，爱来伊讲气色好，吼，爱人学落伊讲囝孙仔足敖。台语课一礼拜一届，有的学生是因为工课需要学台语。年岁上大的病医生本身是客人，26岁台北柯先生是做土木工程师。我台语嘛普通拢会晓讲啦吼，但是我是讲爱较深入吼，较学较练顿吼。你做一个医生吼，你对语言的了解较深入吼，一定较会了解病人的需要嘛。因为我本身是做工程的，所以伫工地拢甲师傅，师傅拢讲台语啊，所以我就是一开始拢袂晓讲，就是无法度管理啊，所以才想要讲对老师来学台语。另外，这两位陈小姐是为着要教学生，这个陈小姐是幼稚园老师，另外一个陈小姐是伫生物产业食头路，同时伊嘛甲外国人华语。因为我是屏东人，我自细汉阿嬷就拢教我讲台语，爸爸妈妈嘛教我讲台语，所以我会晓讲。我就想讲，安尼我就来教台语啊。结果我来现册了后，我发现我完全看无，我对台语完全无了解，所以我就想讲爱求救啊。头章，头章对，头毛对，过来第七，目睭，耳孔，白白。台语老师李兴德。几啊年前自公职退休了后，重新学台语、汉语练诗以及台语罗马拼音。之后，伊考调台语教师认证，开始世界教人台语。除了这种小班制以外，嘛伫大学的医学院开班教册。照我去医学院上课的吼，100个中间会晓的是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啦。这种有的完全袂晓的。哦，这差不多永远占超过3分之一了。哦，剩的佫3分之一是差不多大约小可会晓，小可袂晓安尼啦。老师嘛记得，少年人学台语有几个时常看到的错误，就是讲发音啦吼，发音可比讲我，伊会讲做我，囡仔会讲因仔，哦，食牛肉，伊会讲食鹅肉，哦。因为哪？因为迄一个声母的语的音无去，就是这个合喙音，喙要合起来。咱讲感觉，感，佫第三个无叫做一个叫做入声，入声就是迄声拢足底，爱向人切起来。这嘛是华语无。咱讲莫讲啥讲，你讲拄仔讲感觉，这个觉就是入声。比较阿华西对台语未来感觉悲观，李老师颠倒较乐观。我是感觉讲我保持较乐观啦。为什么讲呢？因为就是讲这几年少年的有一个本土意识。过去台语讲台语真粗俗，台语讲台语来感觉真见笑。朋友中间讲台语你好台啊，你好丢脸啊，对不对？这嘛唔是哦，这嘛讲学台语我骄傲。其实，若是少年人流行话台语话骄傲，嘛有热情的科学家坚持使用台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台吴宗信。我今仔记者
2015年，交通大学机械学系教授，当时嘛是前瞻火箭研究中心主持吴宗信，受到邀请伫TED台北演讲，伊专程使用台语，互人印象真深。你安怎控制这个复杂的艺术？其实你逐工拢有碰到这个艺术，拢咧使用这个艺术。像你骑乌托邦来，也是赛车去上班，你的引擎内底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这个复杂的艺术。一般来讲，大家拢感觉台语只会当用伫日常生活。吴教授所以当豆豆用台语解释复杂的火箭科学，伊用台语演说，就是为着拍破刻板印象，建立典范。第一，TED台北无人用台语去讲，完全是科技的代志、科学的代志。第二，我感觉台语伊有真正有灭亡的这个危机啊。第三，这我刚才通做一个 model， 因为过去的印象就是你普通时讲一寡可能开讲会讲台语，还是讲甲长辈时代人讲的台语，但是你正式的场所，你较正式专业的场所，台语都消失去。吴宗信一般伫学校上课，主要是用华语来教册。不过私底下参学生以及工程师沟通，较侪是使用台语。伊认为，愈有影响力的人，愈爱伫公共场所、伫专业领域当中使用台语，互这个语言更较丰富。即马差不多有30%较听有尔，即马足严重，30-40%听，差不多一半以上绝对你讲啥伊可能听不到。你愈有泡的啦。你愈伫公共场所，你就愈爱找机会去表现，去用台语讲，就是尽量用你专业的物件、专业的知识去讲出台语的这个声音，用你专业知识甲注入去。当透过百行百业，各行各业，安尼做落，大家做伙努力，因为无一人遐伟大啦。我火箭的物件。我甲注意啊，火箭遮就足侪艺术是台语来，伊就丰富起来。吴教授建议政府会当请立业团队长期记录无共专业领域的人士所使用的台语，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透过电脑整理档案，就会当变成丰富的资料。不过，伫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要推动本土语言，由原爱自教育系统开始来做。册名叫。怎样才会当进好食的卡巴肚？这几年，母语意识渐渐出头，有愈来愈多家长选择让囡仔自细汉来讲母语。不过，在正规学校教育当中，虽然自2001年开始有本土语言课程，不过一礼拜只有1节课，嘛无列入升学考试项目，所以效果真有限。唯一一个有可能让本土语言搁活起来的办法，我认为。是爱开始伫全台湾所有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大学，拢开始用本土的语言来教任何的科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拢总爱用本土语言来教。若无做到这步，本土语言温死无活。不过这件代志敢有可能发生？我感觉讲真简单嘛，你都基层的公务员考试，台语也必考，第二项就是讲。公务员的升职，你家己去学嘛。你若要加分，你家己学。你学英语也加分，台语嘛就加分，安尼就好啊嘛。莫特别啦，咱免特别，你对人安尼就好啊。要改变考试升学制度，恐惊毋是短短的时间就会当达成。无论如何，若是当亲像重视英语同款重视母语，咱的台语敢阁会消失吗？我想我这年纪的人可能拢知影这种内容，少年可能唔知。有一句著名 ：A dream, you dream alone is only a dream. A dream you dream together is reality. 一堆人做梦，伊真正会甲无可能的代志变成可能。吴教授所讲的梦想是互火箭离开地球，台语嘛同款。虽然面对着生存危机，不过有一群人斗阵做梦，愈来愈多人大声讲台语。救台语这个无可能的任务，一定会成功。